1B1C 批次其實我哋港深創科園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。港深創科園本身就已經係國家級嘅 project，可以承載更多創科嘅人才、創科嘅項目。期待大家一齊合作，將呢個港深創科園一齊係做好做強。好高興大家嚟到今次呢一個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1B1C 批次發展主體嘅工程開展嘅儀式，見證呢一個項目正式啟動。今門十分之榮幸能夠參與呢個咁有意義嘅項目，進一步深化喺園區嘅創新能力，促進園區成為聯通內地同埋國際世界級創新嘅樞紐。